選人交流會。咁首先咧，向大家介紹下今日出席交流會嘅經民聯嘅主要成員。經民聯監事會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林建岳博士。經民聯榮譽主席、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先生。經民聯主席、立法會議員盧偉國博士。經民聯副主席、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先生。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全國人大港區代表梁美芬教授。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全國人大港區代表吳永嘉先生。經民聯副秘書長、立法會議員陸漢文先生。經民聯監事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胡建剛先生。經民聯成員、政協委員李大壯先生。經民聯成員、全國政協委員查毅超博士。經民聯成員、全國政協委員林思健先生。好，咁啊當然啦，我哋在座咧仲有好多我哋經民聯嘅其他成員喺度嘅，咁啊多謝大家。咁咧跟住落嚟咧，我哋會同大家講講今次交流會嘅流程咧，同埋一啲注意嘅事項。咁首先咧，交流會舉行嘅時間係由3點鐘去到5點鐘。咁由於出席交流會嘅候選人眾多啦，所以我哋會分3節舉行嘅。咁第一節咧係由3點鐘到3點35分，而第二節咧係3點40分至到4點15分，而第三節咧係4點20分咧去到5點鐘嘅。咁每節咧我哋大約邀請係66至17位候選人咧介紹你哋嘅背景啦，同埋政綱。咁候選人出場嘅次序咧，我哋係按照你哋報名先後嘅次序咧嚟擬定嘅。咁當我哋宣讀咗呢個候選人嘅名字，請候選人行到咪聲前邊咧就可以發言㗎啦。咁同時咧，我會係宣讀跟住其後2位候選人嘅名字，咁啊請大家準備。咁而每位嘅候選人咧，大約有1分半鐘嘅時間發言。咁我哋同事咧就會同大家咧喺度計時，咁大家可以睇睇嗰個鐘咧，就知道自己嘅時間。咁仲有一樣嘢咧就我知道大家都帶咗好多啲宣傳單嚟啦，咁我哋就唔好喺我哋個場裏邊即係派發啦。我哋喺外邊咧就擺一張台，咁大家可以將啲宣傳單擺上外邊嚇，唔該晒。咁另外咧就提一提大家啦，今日呢個交流會咧係喺經民聯嘅社交媒體裏邊咧係全程直播嘅，咁大家可以留意，可以睇翻個 review 都得嘅嚇。咁好啦，咁而家喺第一次開始之先咧，我哋請今日我哋呢個會嘅主持人，我哋經民聯嘅主席盧偉國博士咧，同大家簡單講幾句。多謝。呢度咧，首先我要向各位候選人咧講一句：你哋辛苦啦，多謝你哋。喺呢個選舉過程裏邊咧，其實各位候選人咧都係表現出你哋嘅高風亮節，亦都為今次我哋第8屆嘅立法會選舉整個選舉過程咧係做一個好好嘅典範，亦都令到我哋嘅選民唔單止係選舉委員會嘅選民喎，而係全港嘅選民咧都更加認為出嚟投票係有意義嘅，出嚟投票係能夠選到我哋愛國愛港嘅立法會議員，為我哋香港由治及興邁出更加重要嘅好多步。咁所以咧，我呢度唔多講，就時間咧就俾大家發表你哋嘅意見，你哋嘅政綱。而係我好相信咧，12月7號一定係能夠推動到更多嘅市民出去投票，亦都為新一屆立法會開局咧係打開亮麗嘅新一頁。多謝各位。OK， 多謝多謝好啦，咁事不宜遲，咁而家咧就有請第一位候選人梁美芬教授發言，跟住咧就請陳祖光同埋陳仲嚟準備嚇。
首先咧係好多謝大家，我係經民聯嘅副主席47號嘅梁美芬。咁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家嚇。咁我嘅政綱咧就係我哋經民聯嘅主題啦，就係工商帶動經濟，專業改善民生。而咧就係就住我自己嘅本業啦，我都提到咧就係話我希望與你哋一齊咧係守護一國兩制，促進同埋落實一國兩制。守護咁首先大家都一齊打過㗎啦，呢場仗就係守護我哋嘅國家安全。但係同國家安全同樣重要嘅呢，就係我哋嘅自由經濟啦、低稅政策啦、自由港政策，呢啲係香港生存之本。我哋一定要喺無論世界嘅經濟環境係點呢，我哋都要守護住，亦都係呢，我相信呢個係對國家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角色。而促進呢，就係畫大個餅啦。多啲走出去啦！一齊呢，我覺得香港嚟講呢係3大挑戰：一就係經濟轉型，二就係科技來臨，三就係人口老化。咁我哋呢就一定要畫大個餅，亦都希望呢，我係一個比較擅長跨界別合作。我希望無論勞工嘅需要同我哋喺工商界別嘅需要呢，都可以取得平衡。令到香港嘅經濟環境呢，係仍然都係全球呢係最具吸引力嘅一個投資嘅勝地。最後就係落實啦。咁呢，我希望呢就係同大家一起多啲走出去講好一國兩制，做好一國兩制。咁多謝大家，多謝。OK， 多謝。我哋下一位有請陳祖光、陳仲利同埋魏明德咧準備啦。林會長，主席，我係唯一一個有警察同埋公務員背景嘅候選人，49號陳祖光。對於經民聯，我哋覺得應該向你哋講一聲多謝嘅，因為喺社會最艱難、喺警隊最困難嘅時候，經民聯對社會同埋對警隊有好大嘅幫助。喺國家安全上面，我認為要有一個穩定嘅社會，先至可以有一個自由嘅經濟。冇穩定社會就唔會有經濟繁榮。喺經濟上，我認為經濟帶動民生，冇經濟亦都唔會有好嘅民生。所以我哋嘅金融服務業係我哋嘅主流，應該持續發展。我哋應該搞好城市經濟，做好內聯外通，嚟帶動我哋基層嘅經濟活動。喺人力政策上面，人口老化大家都知道，我哋要處理好人口老化年長嘅退休問題，亦都要解決佢哋嘅福利問題。當然，我哋仲應該係釋放佢哋嘅人勞動力，同埋我哋教育上栽培新一代嘅香港人。文化，我哋要建立一個文化自信嘅香港，亦都要建立一個安全繁榮嘅香港。請大家支持49號，有警察背景、有公務員背景，亦都願意同大家一齊解決問題嘅陳祖光。多謝大家。多謝。好，接落嚟有請魏明德。sorry， 請阿羅陳仲利，唔好意思。林主席、大主席、盧主席、各位經民聯嘅小位朋友們，大家好，我係50號嘅陳仲利。首先喺呢度衷心感謝各位，因為過去有2次選舉，你哋都大力支持仲利，讓我成功當選。喺過去嘅4年，我喺立法會一共有68項嘅政策倡議獲得特區政府係接納，助力我哋嘅政府良政善治。今次我參選連任，政綱嘅重點係提振香港經濟，激活發展動能。喺國際金融中心方面，我哋要持續不斷優化上市融資制度，吸引大市值嘅中概股回流，同埋打造我哋香港成為世界首屈一指嘅資產管理中心。我哋要善用香港高度國際化嘅優勢，吸引國際嘅資金、人才同埋企業進駐香港，亦都要用好出海專班，引導企業同我哋香港嘅專業服務業一齊攜手開拓國際市場。我嘅政綱裏邊仲有一系列點樣提振鞏固國際航空樞紐同埋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嘅政策，請大家係指正嘅。所有拼經濟嘅努力，其實都係要為社會各個階層能夠更好咁樣分享到經濟發展嘅成果。所以喺呢度懇請你哋再一次支持我50號
50年不變嘅陳仲尼，多謝。多謝。以下落嚟咧，有請魏明德、莊家斌同埋范俊華準備嚇。各位經民聯嘅主席同埋首長，大家好，我係30號嘅魏明德。我自己過去30年咧，都一直有積極參與國家同埋香港事務。我係3屆全國政協委員，喺香港咧亦都先後服務咗4間大學，而家係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咁啊，過去亦都有30年咧嘅國際金融經驗。咁喺我嘅政綱入邊咧，好希望咧可以同經民聯一齊攜手咧，振興香港嘅經濟嘅。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發展咧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呢個方面咧，亦都可以同我哋嘅國際金融中心相輔相成。同時間咧，紐約、倫敦一直都發展唔到科技，佢最缺乏就係咩咧？我哋大灣區一個全方位產業鏈嘅生產工具，同埋我哋有個無窮無盡好大嘅祖國市場。所以如果同經民聯一齊喺發展經濟呢個合作咧，其實亦都係1+1等於3嘅。而最後咧，我亦都想分享一下咧，科技發展之後咧，可以加更多嘅經濟多元化，更多嘅就業機會同埋更多上流力嘅機會。我係30號，孔子32立，32加入立法會，希望大家支持30號嘅魏明德，多謝。多謝。以下落嚟有請莊家斌、范俊華同李家駒準備。各位經民聯嘅前輩、各位選委，大家好，我係41號嘅候選人莊家斌，我係全國青年副主席，亦都係廠商會嘅副會長。香港嘅經濟要突破，就一定要多元，一定要轉型。我從經營傳統行業到投資初創嘅公司，我見證到香港初創嘅巨大潛力。如果可以得到大家嘅支持，我有幸入到立法會，我會推動制度嘅創新。我會聚焦支持香港嘅創科發展同埋經濟嘅升級轉型。我亦都會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深化國際青年交流同合作，培養更多有國際視野、有大局觀嘅年輕一代，為香港儲備人才。同時，我亦都會推動行政程序嘅拆牆鬆綁，實現高效嘅管治。最後，我都會用好我喺國際、內地同香港嘅商界資源同埋網絡，吸引更多盛事品牌落戶香港。振興香港嘅旅遊、零售同埋展覽行業，打造香港成為國際品牌匯萃中心，為我哋嘅未來開拓更多嘅可能。我深信，只要社會穩定，青年先有空間追夢；只要經濟多元，各行各業先可以百花齊放。12月7號請大家支持我，我係41號嘅候選人莊家斌，讓我哋一齊轉型促發展，創新見未來。多謝大家。多謝。以下落嚟請范俊華、李家駒同埋林琳準備。各位經民聯嘅領導，各位經民聯嘅前輩，大家好，我係32號嘅范俊華，一名執業嘅會計師。我參加服務社會工作已經差唔多20年啦，由青年工作做到今日嘅國民教育工作。咁我而家咧係擔任勵進教育中心嘅理事會主席，同埋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等等嘅社會職務。咁我嘅政綱咧着重喺經濟發展、國情同埋國家安全教育、文化體育、青年工作以及優化政府溝通嘅渠道。由於我只係得返1分鐘，所以我就唔會全部講㗎啦。咁我唯有就大家希望可以俾我聚焦喺呢個經濟發展方面。首先，我覺得咧中小企對於香港嚟講係非常重要，因為中小企代表咗一個青年人畢業之後佢可以去做老闆嘅希望，希望係香港而家最需要嘅東西。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需要咧協助推動多啲中小企嘅發展，尤其是而家咧科技信息萬變嘅年代，好多中小企冇資源，亦都冇自己嘅能力可以去接觸到呢啲科技。我希望倡議咧政府可以多啲資源去幫助呢一啲人，等佢哋可以接觸多啲嘅科技。咁當然，我哋除咗要喺大灣區發展，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之外咧，我哋都要開始留意多啲一啲非傳統嘅市場，例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俄羅斯、三產國家等等。因為你見到而家中美嘅關係咧，我相信未來都唔會好快變好㗎啦，所以我哋要開始諗啲新嘅市場，呢個係我嘅建議。咁咧由於時間關係，最後懇請大家12月7號支持我范俊華，投我一票，我係32號范俊華，多謝大家。多謝。以下落嚟請李家駒、林琳同柯家陽準備。
林博士、梁主席、盧博士，各位尊敬嘅選委，大家好。我係2號嘅參選人咧，李家駒。我係喺咧紫荊文化集團屬下嘅聯合出版集團咧工作。咁我哋嘅集團咧都服務過好多各位嘅商界啊，同埋各位嘅大哥。咁我哋咧出版好多關於商業嘅書籍啊，同埋我哋嘅書店啦咁樣。咁咧其實我諗文化喺香港裏邊咧有個特殊作用，我哋係傳揚國家嘅信息傳播海外。譬如每年習主席嘅書咧都係我哋嘅出版同發行。咁咧我哋國家俾咗香港一個任務就係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但係呢個角色喺14、5規劃收官之年咧，我哋覺得咧做得仲未夠。所以喺未來15、5規劃嘅時候咧，應該要加快呢個步伐。咁我作為一個文化嘅專業，我希望以我嘅經驗啦同埋網絡，可以咧喺立法會裏邊咧增加個文化嘅力量，同各個行業一齊去推動香港發展。咁我今次嘅口號係文創未來啦，咁裏邊包括咗我諗鞏固愛國主義精神啦，同埋另外咧會推動咧文創產業作為香港經濟嘅新引擎。另外咧就係我哋亦都重視文化嘅盛事，因為文化盛事亦都係推動香港講好中國同埋香港故事。咁希望大家支持喺議會裏邊咧有文化嘅聲音，因為香港嘅全面轉型咧需要有文化嘅底氣。咁希望大家支持我作為一個文化專業嘅人士，可以喺議會裏邊咧去參加議會工作，服務大家。多謝大家，我係2號嘅李家駒。好，多謝晒。以下嚟請林琳、柯嘉揚同陳恒鑌請準備。Hello， 各位大家好，我係現任39號嘅立法會議員林琳，咁我亦都係繼續喺選委界嗰度出選嘅。咁我自己咧今屆咧都跟各位大佬咧就學咗好多嘢，因為始終咧我自己本身主體咧喺立法會入邊咧係跟進人口政策嘅，人口政策咧對我哋嘅經濟動力咧係息息相關。咁今屆咧政府都推出咗好多關於生育相關嘅一啲政策啊、扶持啊各方面咧都係我主體去推進嘅。咁與此同時咧，亦都係咧香港咧同外交流咧，亦都係非常之緊要咯。咁我自己咧主體今屆咧都做咗好多東盟同中東相關嘅一啲聯繫啦。咁呢方面咧作為議會聯絡小組咧都跟咗大主席同埋 Jeffrey 咧出咗去幾次。咁大家都明白 RCEP 對香港嘅經濟發展未來咧都好緊要。咁呢方面咧都繼續推進緊。咁我自己咧本身咧除咗做立法會議員之外咧，自己都有投資幾間餐廳，好明白啦。作為老闆，咁生意而家個情況係點嘅樣，應該點樣繼續推進。咁我自己喺議會入邊咧見到有問題咧，都係會盡量解決。咁我就自己作為選委會嘅議員啦，我其實2023年嘅時候咧，就未通關之前咧，都已經入咗條 Q 咧，就係問我哋其實當時嘅交通嘅運力未夠，咁我哋希望咧多啲生意入嚟。咁我當時咧入咗條 Q 咧，就係話希望可以我哋機場嘅勞工唔夠，我哋機場勞工嘅人才清單嗰度咧，係咪可以放寬啦？喺嗰方面嘅勞工去輸入咧，去加強。我諗我哋唔係太介意大家政治背景係點嘅樣，最主要見到問題識得解決問題。咁希望咧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39號嘅林琳，多謝晒。好，多謝晒。以下嚟請柯嘉揚、陳恒鑌同何俊賢準備啊。各位經民聯嘅領導、選委們，大家好。我係13號柯嘉揚，係一名公共衛生預防醫學嘅專業人士，係百人基金嘅副會長，係政府社創基金嘅主席，推動長者數碼共融，推動智方便。咁我自己係穩健醫療嘅集團嘅副總裁啦，從事醫療器械嘅產業，咁都係專精特新嘅企業，服務全國同香港嘅醫院同埋消費市場，所以我有市場規模化嘅優勢。疫情嚴峻期間呢，我都係為全國同香港嘅市民呢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所以呢，我多年嘅了解國家同香港嘅政策應變實踐呢，咁我有信心未來喺議會啦會推動為我哋嘅經濟民生謀福祉。咁我亦都喺香港青聯啦培養公共政策方面呢，都培養好多青年人嘅。咁所以未來仲有好多人生育啊同埋人口高齡化嘅挑戰呢，我希望用我嘅專業實幹呢，可以以醫健科創為社民構建健康嘅香港家園。所以請大家投我13號柯嘉揚信心嘅一票，多謝大家。多謝。以下落嚟請陳恒鑌、何俊賢同葛珮帆請準備。各位經民聯嘅領導、各位經民聯嘅選委，大家好，我係陳恒鑌，今年嘅編號係25號。好多謝大主席啦，過去喺議會裏面帶領啦，令到我哋議會咧係喺新嘅4年裏面可以重回正軌。我亦都作為民建聯嘅副主席，
兼黨團召集人咧，帶領我哋嘅團隊一齊喺新嘅環境之下咧，去開創好多研究同埋倡議。咁而我一直關注嘅咧就係香港嘅交通容量問題。咁啊，我希望咧引入係科技啦，咁啊令到我哋香港嘅交通容量能夠增加。另一方面咧，我亦都關注我哋香港嘅發展。喺財政緊絀嘅情況之下，我哋嘅基建個費用咧亦都好昂貴。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新嘅一屆裏面咧，能夠為基建咧引入更多投資同埋興建嘅機會。另外，北都嘅加速咧，其實亦都係好重要，包括投資啦，包括係產業落戶啦。亦都包括係好多建設嘅工作要做，咁喺呢一方面咧，我亦都有我嘅專業啦，亦都希望可以推動香港嘅發展。喺跟住落嚟咧，我都希望由直選轉過嚟選委會，希望加強同我哋各界嘅朋友合作，亦都相信咧喺跟住落嚟咧，我哋同經民聯有更多機會嘅合作，同埋一齊溝通，一齊為香港創出路。我今年嘅編號係25號，2025年投25號陳恒鑌，多謝大家。多謝。以下來請何俊賢、葛珮帆同朱立威正準備。係冇辦法。林主席、大主席、盧主席、各位議會嘅朋友同埋經民聯朋友，大家好。我係14號嘅候選人何俊賢。過去3屆咧，我都係漁農界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今次咧就嚟到選委界，希望咧運用議會過去嘅經驗以及行業嘅經驗咧，為我哋8大中心咧繼續服務嘅。咁當然啦，我希望咧就2條主線去做。第一條就係海洋經濟，我知道經民聯都非常關注海洋經濟之中嘅遊艇經濟。咁當中就算一啲報關嘅產品咧都未盡完善，我希望呢方面繼續工作啦。海濱方面嘅一啲嘅經濟嘅發展咧，我哋見到政府喺而家現時嘅管理嘅制度底下咧，只能夠提供基本嘅服務。睇下第時將來可唔可以運用市場嘅力量喺呢方面增加經濟點。第二咧就係香港最重要嘅咧，做生意之外，都係一個信譽嘅問題。所以食品安全制同埋檢測嘅制度咧，認證中心我哋香港亦都喺國家嘅發展策略裏面咧，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對外窗口。所以我希望呢方面咧，運用我過去漁農界嘅經驗啦，去做方面工作。而且講一樣嘢就係關於我哋停咗9年嘅大閘蟹咧，我哋都非常關注。最近亦都通咗啦。咁啊，如果冇好嘅食材，如何留住人才咧？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做多生意、傾生意都能夠留喺香港。最後咧，我希望推動政府嘅行政效率。大家都知道政府嘅拆牆鬆綁嘅嘢都係做得比較慢啲。我希望繼續為大家服務。我係14號何俊賢，希望大家支持。多謝你哋。好，多謝。以下落嚟請葛珮帆、朱立威同洪錦元準備。各位經民聯嘅領袖同選委，大家好，我係民建聯嘅副主席36號嘅葛珮帆。好感恩得到大家嘅支持啦，就過去3屆咧都擔任立法會議員為香港服務，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讓我繼續服務香港。我嚟自創科界嘅，我覺得咧香港咧一定要追翻啲時間，咁所以咧喺呢一屆嘅任期裏邊咧，我好努力推動新經濟嘅發展，包括新能源啦、氫能啦、數字經濟啦、人工智能啦同埋低空經濟。我推動發展嘅低空經濟咧，好開心得到經民聯嘅支持咧，而家發展得非常之快。咁好多試點項目咧都會進入商業營運嘅階段，為香港創造咗一個全新嘅產業。當然咧過程一啲都唔容易嘅，要做好多游說工作啦、調研考察啦，要做好多社會嘅聯繫。咁但係咧呢個經驗咧，我覺得咧亦都會有助我推動其他新嘅政策咧，可以加速發展。拼經濟都係為咗為民生。我係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嘅主席，一直咧都推動婦女嘅政策，同埋為弱勢社群發聲。咁好希望咧大家繼續支持讓我咧可以繼續喺議會裏邊咧推動創科、環保、婦女政策，同埋繼續為弱勢社群去出力嘅。咁希望大家12月7號支持36號嘅葛珮帆，讓我可以同大家一齊努力去為香港服務。多謝大家。多謝。以下來請朱立威、洪錦元同陳永光請準備。各位經民聯嘅領導，大家下午好。我係37號嘅朱立威，我而家係全國人大代表、南區區議員同埋港島聯嘅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立威喺過去唔同嘅工作崗位咧，都盡心盡力。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咧，我一直關注經濟發展，聚焦旅遊升級，推動灣區融合。作為區議員咧，我一直關注民生福祉，關心長者弱勢，推動社區發展，助力政府施政落地。未來咧，我希望好似我嘅競選口號咁樣，連結各界，共謀發展。我希望可以成為咧內地同埋香港
政府同埋市民、商界同埋社會之間嘅橋梁，發揮雙重積極作用，去做好拼經濟、為民生。未來咧，我覺得要拼經濟咧，我哋一定要去繼續去推動我哋嘅內聯內通。我哋希望咧可以把握國家嘅發展機遇。15規劃咧為香港帶嚟好多嘅機遇。我哋香港咧喺人才、金融、創科上面咧都好有優勢。點樣把握好我哋國家機遇咧，係拼經濟嘅一個重要關鍵。另外咧，我自己咧喺過去嘅工作裏邊咧，都聚焦旅遊發展。我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遊艇自由行啦，亦都推動開發更多一程多途嘅旅遊產品。未來咧，希望大家可以同我支持我朱立威37位朱立威，多謝各位。好，多謝。下一位有請洪錦元、陳永光同鄧炳森請準備。各位經民聯嘅領導選委朋友，大家好，我係12號嘅洪錦元。過去喺民建聯咧就做過培訓委員會嘅主席，長期做緊人才嘅培訓。01年咧亦都成立咗個智庫，自己寫嘅文章包括政策建議咧都超過1000篇。咁啊喺地區服務嘅時候咧都做咗20幾年，依家係第4屆嘅區議員，亦都做過觀塘區票王。15年嘅時候，民建聯派咗100幾人出嚟參選，我係做過民建聯嘅票王。咁我見到你哋有4個人參與地區直選，其中有3個人呢，其實過去我都有同佢分享過關於啲選舉嘅心得。我自己今次參選嘅叫做政綱呢，其實有5個方面：一係維護國家安全，二係拼經濟化挑戰為機遇，三係吸引同埋培養高端人才服務香港，四呢就係支援中小企開拓市場，第五呢係提升生活質素，自然安居。我亦都睇過經民聯喺2025年。即係俾特首嗰個嘅施政報告入邊提咗12點嘅經濟方面嘅建議咧，其實我自己係相當認同嘅。其實期待未來咧係可以同經民聯一齊去為我哋香港嘅經濟，好似你哋嗰個嘅口號咁樣，固本求變迎挑戰，拼經為民開新局，俾特首嘅呢一句嘅一個政綱嘅情況。咁啊，希望大家支持12號洪錦元，多謝大家，多謝。好，多謝晒。下一位有請陳永光，請鄧炳森同吳英壇咧就係準備嘅。盧主席、林主席、大主席、各位經民聯嘅選委，大家好，我係20號嘅陳永光教授。咁咧，我非常感謝咧3年前補選咧，大家俾機會我入到立法會，我係跟隨咁多位前輩係學習工作嘅。咁我咧以前咧就喺大學咧做咗30年嘅科研啦、教學都可能臨床工作，但係咧呢3年來咧一直咧就係喺立法會跟隨大家咧喺政策上邊學習啦。我關注係中醫藥嘅發展政策。咁大家知道咧，經民聯講緊就係話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我哋中醫係為民生，中藥係一個好好嘅經濟嘅體系。我哋知道喺內地而家發展緊中藥嘅經濟，咁我希望咧，除咗我哋發展中醫民生方面咧，就做得更加好之外咧，我希望能夠帶動中藥嘅經濟，令到香港咧可以咧喺中藥產業入邊咧更加發展，用到我哋本身香港嘅呢個創科嘅中心啦。同埋加強我哋本身嘅科研同埋我哋制度嘅優勢咧，令到將中醫嘅產業帶嚟香港發展我哋嘅經濟，令到我哋咧能夠喺經濟裏面多一個新動力。我係20號嘅陳永光，我覺得咧中醫藥其實除咗一個傳統產業咧，仲有一個文化產業，我哋要好好地將佢用好。我亦都希望大家再次俾機會我，因為咧喺我哋中醫藥嘅好多法例啊、好多制度方面咧，其實係未曾夠嘅。我亦都希望咧好多係未做完，希望大家俾機會我可以翻立法會繼續我嘅工作。希望大家支持20號嘅陳永光，多謝大家。好，多謝。以後落嚟請鄧炳森，請吳英壇準備嚇。Hello， 各位經民聯嘅領導，各位經民聯嘅朋友，選委朋友，你哋好，我係鄧炳森，經民聯嘅8號。咁咧，我本身個職業係土木工程師，亦都係油尖旺區議員、寧夏政協委員。所以嚟緊北都發展，我都希望用我工程嘅專業，可以咧即係做好多嚟緊嘅規劃同埋基建嘅項目。所謂路到財到。喺規劃裏邊，其實除咗一啲基建，我哋成日大家講嚟緊咪城市經濟喎，可以點做？我覺得咧，唔係淨係一個地方啊，我哋要諗一啲橋出嚟。
仲有好多配套。我哋嗰個地方可唔可以承受咁多人？可唔可以又夠唔夠水電？呢啲其實都係工程要做嘅嘢。我哋其實咧，即係都係好鼓勵因為咧工商帶動經濟，我哋專業咧亦都改善民生。我作為一個區議員，亦都一直都係秉承呢一樣嘢，用我嘅專業知識去同市民同埋街坊去溝通。每日我哋都見到面。我哋咧其實都能夠係了解佢哋嘅需要，希望可以將下情能夠上報，上情亦都下達。嚟緊咧，我都會繼續咧係秉持呢一個初心，做好我哋為街坊服務，貢獻呢個社會。然後咧，我哋就將我哋嘅意見可以咧帶入議會。8號鄧炳森經民聯8代表發展嘅發，多謝。好，多謝。以下落嚟係請吳英凡。各位尊敬嘅經民聯選委，大家好，我係16號候選人吳英凡，我係一位內地全國執業嘅律師，同時都係一位香港大律師。我過去多年係喺兩地進行一個跨境嘅法律執業同埋教學，我熟悉香港嘅普通法，我亦都熟悉我哋國家嘅法律。咁我係有超過20年嘅法律知識同埋經驗。今次參選咧，我係重點提出5方面嘅政綱，但係我今日唔打算讀政綱啦。嚟到經民聯，我就講經濟同埋民生。咁第一方面經濟方面咧，我認為呢個大灣區同埋北部都會區咧，係為香港嘅發展帶來咗新嘅發展機遇。咁作為廣東省政協港區委員咧，過去我一直係關注粵港澳大灣區法律規則嘅軟連通，所以我從事呢個規則銜接同埋機制對接嘅研究。我本人係親自參與咗大灣區標準嘅制定。咁我希望係優化呢個跨境法律服務，完善呢個法治營商環境。法治係最好嘅營商環境，去促進即係高質量地推進呢個大灣區嘅規則銜接同埋呢個機制對接，以及北部都會區專屬立法。呢個係經濟方面。民生方面咧，我作為一位專業人士，我長期堅持以呢個專業服務基層。我希望帶動更多嘅專業人士咧投身呢個社區服務。咁我自己咧都喺地區委員會服務啦，我都參選過區議會下。咁我希望咧更多一個人可以做嘅係非常微薄嘅。我希望可以帶多啲專業人士投身地區服務，去助力呢個民生嘅改善、青年嘅發展同埋社會嘅共融。懇請大家俾16號吳英凡一個機會，多謝大家。好，多謝晒。好多謝晒咁多位候選人。咁我哋第一節咧而家就完畢啦。咁就我哋而家先休息5分鐘。咁5分鐘後我哋開始第二節。多謝大家。